阮兜的人无相像。主题：日捌多元家庭，三代人住做伙，新住民，单亲家庭，孤儿等等的现况，而且爱合适，互相尊重。有一天上课的时，阿贵老师叫同学小解家己的家庭。老师讲，每一个人的家庭拢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个家庭内底有啥物人嘛拢无相像。各位同学甲厝内底有啥物人拢画伫画图纸内底，互大家人来熟悉一下。到阿公一望年仔就画好啊，伊大声讲。阮兜有阿公、阿嬷、阿爸、阿母，阁有一个小妹，三代人住做伙。阿爸、阿母因为工课足无闲，拢足晚才转来。阿公、阿嬷会陪我写功课，我上喜意阿公阿嬷，因会传足侪好食物仔互我。续落来是杨仔阿雪，伊讲我是厝内底的孤查某囝。我的阿母是外国人，阿母甲我讲，拄甲阿爸结婚的时，爱适应新的环境真辛苦。毋过阿爸会教阿母讲遮个语言，阿母嘛会教我讲伊的母语。等到我若转去外妈遐的时，就会当甲伊开讲啊。土仔阿草的画图纸顶悬画几啊只土仔囝，伊甲大家小解讲。阮兜有三兄妹仔，甲阿母住斗阵，我是大兄哦。阿母透早就爱出门去上班，我放学了后会去接小弟小妹，等阿母下班了后才做伙转去。我上喜意规家伙仔斗阵食暗顿，做伙做厝内的工课。狗仔阿记看到阿草的图就讲：阿草，你敢若画阿母？我敢若画阿嬷，咱拢甲别人无共款呢。阿贵老师甲大家解说讲，每一个家庭拢有无相像的所在。有的人和阿爸阿母住做伙，有的人和阿公阿嬷住斗阵，有的人厝内底敢若一个阿爸，也是一个阿母，嘛有人厝内底是两个阿爸，也是两个阿母。世界上有足侪无共款的家庭。大家爱互相尊重哦。已经下课啊，猫呢阿我仔的画图纸也是空空无画半项，伊心情真歹，无想要讲话。好朋友拢来关心伊。牛仔囝可可啊讲，敢若无听过阿我仔讲因兜的代志呢。猪仔囝阿婆讲，阿我仔是毋是甲厝内底人冤家啊？就伫大家讲到长热的时，阿我仔雄雄大声喊讲：“你莫阁学白药啊！”大家拢点出出，掠阿我仔金金上。阿我仔才细细声的讲：“因为恁拢是我的好朋友，甲恁大家讲一件代志。毋过恁袂使甲我笑。”大家拢点头答应阿我仔袂甲踢笑。阿我仔吐一口气，慢慢甲大家讲：“老实讲，我毋知影我的亲人伫倒位。我是伫车养院大汉的。即当阵，阿公就讲：阿我仔就亲像我的兄弟仔共款，细汉的时定定来阮兜佚佗。阮阿母拢学落伊是独立阁乖巧的囡仔。”阿草啊嘛讲，阿我仔虽然咱无住斗阵，毋过咱是自细汉到大汉的好朋友，嘛算是你的亲人啊。大家欢欢喜喜甲阿我仔靠伫中央，小姐讲，咱拢是好朋友，咱拢是做伙耍的囡仔伴，咱亲像一家伙仔共款。最后，阿我仔的画图纸顶头画足侪学校的朋友。大家毋但是同学，阁是一家伙仔。